係大家好啊！周中利物浦嘅歐聯險勝國米1-0。我場波亦都係冇睇啦，因為半夜波呢輪嘅表現真係都唔想捱眼瞓啦，因為畢竟第二日都要翻工。咁所以其實依家嘅利物浦都係咁噶啦，都冇問題，講嚟講去都係咁噶啦，都暫時冇乜嘢值得再講，都唔想再講落去住啦。因為畢竟都表現都係唔好，咁嗰個問題都依然係咁樣，再講亦都係相同嘅問題。咁我反而今次想講下就係爆出咗沙拿呢件事件。咁個人認為作為球員真係唔應該喺呢個時候咁樣講呢啲咁樣嘅說話，尤其是係公開喺傳媒度咁講先。通常你咁樣講得開，即係將件事係講咗出嚟，大家都好難落台。咁問題就係，其實有幾樣嘅想講下就係，首先第一個球員狀態唔好做後備，其實係好正常嘅事。如果好似沙拿，其實對於沙拿呢個問題就係，沙拿有個唔好嘅嘢就係要接受自己唔喺狀態嘅時候，幫唔到個球隊嘅時候，係咪應該俾其他人嘗試下呢？而唔係自己都要係去霸住一個正選位，去等你有一個好表現去拯救球隊咧咁咯。咁因為其實都睇咗咁多場，沙拿今季嘅表現真係比較大嘅落差，即係同舊年相距好遠。嗱，咁呢樣嘢我唔會怪沙拿一個嘅，因為其實今季係史諾係改變咗球隊好多嘢。咁喺咁嘅情況底下，沙拿都未必適應，亦都係要等啲時間去融合。咁其實呢個問題，舊年下半季其實沙拿都係冇乜狀態噶啦，都已經唔係今季嘅事噶啦。咁今季只不過頭嗰5場好僥倖地，真係可以一路連勝5場，咁大家都唔覺得個問題有好大。咁但係當你一路輸嘅時候，沙拿仍然係冇表現，甚至乎可以話明佢喺右路直頭係廢咗一邊，加寶喺左邊就廢埋左邊。咁其實就係成個進攻線廢晒兩邊。冇右邊沙拿唔喺狀態，亦都冇咗洛，亦都走咗。令到成個沙拿影響係好大下，因為熟悉嘅球員唔喺度，亦都冇人幫得到佢。如果嗰陣時有迪亞斯嘅時候，都話喺左路可以做一個突破，亦都可以做一個掩護，咁沙拿可能會多啲空位。但係當加寶嘅表現都唔理想嘅時候，個問題就係焦點仍然集中翻喺沙拿度。咁沙拿真係大不如前噶啦。咁你話沙拿嘅差係咪真係差到咁呢？咁我又覺得一個球員既然舊年都有咁嘅表現，神射手加助攻王，咁冇理由1年之後會嘣一聲會變咗一個碌碌無用，即係點講啊？即係嗰種冇乜用嘅球員，亦都唔會啊。咁最大問題，我覺得始終都係史諾嗰個陣式上嘅改變，令到沙拿係唔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當你冇表現嘅時候，係唔係應該俾其他值得上場嘅球員去試下呢？咁其實個情況亦都等於伊基同埋伊薩呢兩個。我有啲唔滿意嘅就係史諾，當伊薩轉咗會過嚟之後，根本都未融入球隊，你就場場都正選。反而伊基佢季初一路以嚟，佢都依然有表現，有波入，你將佢打喺後備，其實呢個就係大家睇到有表現嘅，你長期擺喺正選，唔係應該咁講，冇表現嘅你擺喺正選，有表現嘅你擺喺後備。咁對後備嗰個公唔公道呢？好似伊薩同伊基咁，依家問題冇出現到，但係我覺得如果一路落去你都係伊薩表現咁平庸，但係你擺去正選，反而伊基有表現嘅你擺喺後備，遲早呢個問題都一樣係會出現。當然伊基依家嚟到一個新嘅球會，佢亦都知道自己嚟之前唔係一個大名氣嘅球員，佢依家梗係可以接受到我做後備去爭正選啦。但係如果佢嘅表現一路持續都好，球員自己都會諗，我係咪應該屬於正選呢？
咁呢個問題就係話，你一定係擺有表現嘅球員身上啊嘛。咁沙拿亦都係其實自己都應該要明白，第一年齡係增長咗，第二就係你的而且確今季嘅表現係未如理想，係唔係應該都要接受自己做後備咧？咁啊，咁我對沙拿唔滿意嘅就係呢一樣嘢，就係你唔能夠因為自己冇正選而喺度發牢騷。咁但係當然，我個人嚟講咧，我尊重沙拿嘅，因為的而且確利物浦能夠重奪聯賽冠軍，亦都能夠攞到歐冠，亦都攞到好多好多唔同嘅獎項，沙拿係功不可沒。可以話沙拿喺我嘅心目中入邊，依然係一個傳奇嘅人物。對利物浦嘅貢獻係非常之多，應該係得到尊重嘅。我覺得至少我覺得，如果係去到季尾，應該係真係要賣嘅話，都應該係有一個歡送嘅儀式。真係始終係一個利物浦其中一個功臣，可以咁講。呢樣嘢係唔可以因為佢依家咁樣而忘記咗佢嘅。咁當然啦，呢個係沙拿嘅問題。第二，沙拿亦都有講到啦，利物浦係想逼走佢。你問我係唔係咧？我可以咁講，我係偏向相信佢所講嘅嘢。始終今年嘅續約拖到最尾，利物浦係咪想續約？神雕俠曉士係唔係真係想同沙拿續約？我覺得並不是，只不過因為舊年嘅表現實在太好，球迷嘅壓力俾佢好大。如果貿然唔同佢續約，帶嚟嘅後果可能係好大下。尤其是如果舊年冇續約，今年冇沙拿，如果踢到咁樣，更加將個矛頭直指向佢哋。咁已經冇咗阿魯咯，仲要話冇埋沙拿咁，所以舊年佢哋嘅續約係有啲騎虎難下嘅。所以你話依家戰績唔好，加上佢冇表現，利物浦高層管理層係咪想去孭呢隻鑊？我就絕對相信有咁嘅可能，絕對相信係希望佢孭咗呢隻鑊。第二就係真係想逼佢走都唔出奇，因為喺呢段時期都仲可以有個價值買得到佢。趁住依家，因為始終沙拿係嗰個宗教嘅問題啦，喺沙地都係有一定嘅人氣。我相信可以戰績唔好，俾佢孭隻鑊之餘，仲有錢收。我相信呢個管理層計個條數絕對係划算。所以沙拿你話球會係想逼佢走，係唔滿意，我理解嘅。我覺得係真係有咁樣嘅想法嘅，我相信利物浦高層我哋唔會因為佢今年使大錢買好多人覺得即係佢都肯使錢點會啊？唔會嘅。我覺得以經營者嘅角度，尤其是美國嘅經營者添，更加計過呢條數。有人孭鑊，仲有錢收，好划算呢條數。咁所以其實呢樣嘢，我覺得利物浦都係有責任嘅。咁最新嘅消息亦都係破咗冰啦，即係今晚係會有機會重拾翻陣容入邊啦。正唔正選唔知，不過我相信都應該會係俾翻個正選位佢。我相信嚟緊冬季賣唔賣咧？都真係好睇利物浦取捨。依家就氹住先，我安撫下先。咁到冬天可能真係有理想價錢，可能都會賣。你問我賣唔賣咧？我先都講過啦。我覺得沙拿頭先講嗰番說話係唔啱嘅。真係唔應該作為一個球員，唔應該喺咁嘅公開場合，自己冇正選之後就發一啲咁嘅牢騷。但係問題就係話，始終都係咁多年嘅功臣。呢10年利物浦真係光輝嘅時期，佢佔嘅功勞非常之大。我覺得值得有一個完美嘅句號。我覺得今年就一定賣噶啦。
只不過係睇下係冬季定夏季啫。夏季又可能收翻少少錢，冬季可以收翻多啲，因為沙地就個聯賽又開啲。咁啊，睇下利物浦點取捨啦。但係我個人就希望，算啦，唔好再收多少少啦，寧願都留到去季尾，好嚟好去搞個歡送會。其實我相信管理層同佢續約2年，我一路都認為覺得沙拿係踢到1年嘅啫，同你續2年就係希望明年都可以有翻啲渣拿喺度，並唔係真係想留佢2年，留到喺利物浦掛靴。我相信利物浦唔希望係同佢留佢2年嘅。我一路都係認為今年其實都係沙拿最後1年，只不過今年忽然之間爆單咁嘅嘢出嚟，令到佢可能係會更加早離開，可能係冬季。但我個人認為，佢值得係可以留到季尾，一個歡送嘅儀式同球迷一個英雄式嘅告別。我覺得呢樣嘢係佢值得擁有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件事睇下點啦，始終都破咗冰啦，咁唔使搞到咁僵啦。個人心底就希望啦，點都好啦，好嚟好去，俾沙拿留到今季，咪出年少啲錢收咪少啲錢收咯，平平地咪收翻少少錢，當有翻少少安慰咁樣啦吓。咁希望唔好冬季真係非洲杯翻嚟就已經係少咗個球員啦咁樣。咁尤其是加寶又要傷啦，咁買少見少噶咯。咁你前邊咁你基艾沙又唔願用，咁點咧？係嘛？咁好啦，今日係講咁多先啦。咁希望沙拿今晚將呢啲憤怒擺喺球賽入邊，今晚俾啲好表現可以入下波，有個助攻，帶領球隊係贏翻一場。好啦，係咁多，拜拜。